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司政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司政出席加拿大参议院外交与国际贸易常务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藏人行政中央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将西藏纳入访问行程。教育部长塔兰卓玛会见印度尼赫鲁大学副校长。赤列曲吉女士被任命为驻日内瓦办事处新任代表。驻伦敦办事处代表索囊次仁会见中国民主党成员。法国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成员访问驻巴黎联络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圆满结束对美国和德国的访问行程，于5月2号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后，出席了由加拿大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举办的接待会。加拿大难民和公民事务部长艾哈默德·侯赛因、加拿大国会议员阿里夫·威尔拉尼等出席了接待会。5月4日，司政边巴次仁率领的藏人行政中央代表团拜访了长期支持西藏的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先生和加拿大全球事务部中华区执行主任陈珍妮。5月1号，司政对居住在美国纽约和新泽西的藏人发表演讲，重申了第16届藏人行政中央嘎夏的核心目标，以及解散自1998年成立至今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后，另行成立策略规划小组等。4月29号，司政参加了由埃略特国际事务学院主办的研讨会，在会上发表了题为《藏中对话30年：全球调整时期的当前视角》的重要讲话。司政强调了尊者所倡导的中间道路是其政府不变的政治策略。在公开演讲之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纽约会见北京之春、对话中国、美国藏汉友谊协会的代表及中国异议人士。随后，司政与藏人青年和年轻的专业人士进行了互动。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对北美展开访问期间，于5月6号出席了加拿大参议院外交与国际贸易常务委员会举办的西藏人权状况听证会。南印度扎西伦布寺前主持席加仁波切和驻北美办事处代表郎杰曲珠也陪同司政出席了听证会。扎西伦布寺前主持席加仁波切在听证会上发表了有关第11世班禅喇嘛更登确锦尼玛及家人被中共秘密劫持和对西藏传统文化毁坏，以及在西藏境内拆毁寺院等的状况。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听证会上发表了有关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司政还谈到，过去藏中和谈筹备小组与中国代表正式和非正式接触至少10次。2008年之后，中国政府片面决定停止接触，主因是藏人行政中央提出解决西藏问题意见书备忘录，内容全都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中国政府很难说不，也没有解决的意愿和诚意。中共可能因此认为技术上很难再谈下去。司政还发表了西藏历史以及国际知名法律专家麦克·范乌尔特博士撰写的《西藏简报2020》一书和刘汉成教授撰写的《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书籍中提到的一样，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加拿大国会议员阿里夫·威尔拉尼和议员加内特·吉尼斯先生也在听证会上发表了有关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并表示将会持续支持西藏自由事业。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今年5月访问中国和其他地区，该访问预计即将展开。这是高级专员于今年早些时候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届常会上宣布的，而这一决定是高级专员于2018年9月首次公开呼吁中国允许他不受限制地访问中国控制下的各地区的3年半后做出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庄玛女士表示，我们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女士对我们早前的呼吁信缺乏回应，以及围绕即将到来的访问所表现出的晦涩，从而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可信度提出质疑，也深感失望。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塔兰卓玛女士和秘书长吉美郎杰先生于4月25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会见了尼赫卢大学副校长桑迪黎什·潘迪特教授及其他相关人士。教育部长塔兰卓玛在会晤期间向副校长潘迪特教授提到了流亡藏人学生在尼赫鲁大学面临的问题，同时也向校长介绍了从该校毕业的藏人学生在不同机构的工作情况。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嘎夏于5月2号发布公告，宣布任命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前人权事务特别专员赤列曲吉女士为驻日内瓦办事处新任代表，自2022年5月16日起正式上任。另外，应中国民主党伦敦全国联合总部英国党部黄华先生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伦敦办事处代表索朗次仁和办事处工作人员于日前会见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藏坚参先生，以及前来参加4月25号至27号在伦敦举办的国际政治研讨会的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的与会代表。代表索朗次仁先生向中国民主党伦敦全国联合总部英国事务处黄华先生的邀请表达了感谢，并表示西藏与中国民主党站在一起。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在法国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杰奎琳·布林尼奥夫人的带领下，该小组成员参议员琼林女士、参议员安德烈·加托林先生等访问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巴黎联络处。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和驻巴黎联络处联络员郎杰僧珠接待了到访的法国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成员。代表扎西平措对法国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给予支持表达了感谢，并向他们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健康状况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美国各地展开访问行程的情况。此外，代表扎西平措先生还于本周访问西藏儿童援助协会办公室，并同该协会讨论了有关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的西藏难民人口变化问题。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